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真欢喜，过一礼拜吼，可会使伫遮看到大家。啊，先甲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柯牧师甲李传道，因甲助理吼，老师甲细囝，因昨昏就已经出发到伫宜兰吼，伫遐进行这主要的春游。春游台语我不晓讲，吼，就是去佚佗就对啊。囡仔去佚佗，大人去参加退休会，吼。伫咧咱服侍中间，有时阵咱真正嘛是爱拨时间，吼，安静落来，甲上帝好好过来思考吼，上帝要甲咱讲的话，安尼吼。所以这2天的时间，牧师甲团队无伫咧教会。啊，今仔日咱嘛真欢迎新竹圣经学院高牧师高安利。这名我家己想的。我嘛毋知影讲台语安尼翻对啊毋对吼？高安利高牧师吼来阮中间，甲咱做伙来聚会。啊，伫个礼拜要开始的大先，我就请高牧师带阮正兄弟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至圣阿爸爸上帝主，感谢你，享受一个美好的天气，互阮众人会当平安来到伫你的至圣所。主，即时我们来敬拜你，要来学了你。愿主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每一个人会当安静，而且也拍开阮的心，会当听见你的话语对阮的讲话。主啊，将今仔日礼拜所有一切的行程，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念你。阮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伫遐各位兄弟平安。伫礼拜大圣，咱先来团圆今仔日要唱的诗歌。咱要唱的头一首诗歌是，多谢。咱要唱的头一首诗歌是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极欢喜。好，这首诗歌大家拢足熟啊，咱就先来念伊的第1节、第2节。三甲自极欢喜，阿拉上帝做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阿拉天父荣光上帝。天大光满天，日落日出来照暗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七星隆重欢喜，因的笑也袂当生气。阿拉天父荣光上帝。这首诗歌的作词者是一位叫做 Francis of Assisi， 也就是阿西西这个所在一位叫做彭济国的修士所写的。这位修士伊的祖家，因的爸母是布商，也就是卖布的，是真富一个家庭出生的。总是这个出世伫真富的家庭的一个真普通的人，伊煞伫长大了后受到圣神的感动。去家己的财产拢摕出去，收一间已经荒废修道院，伫遐诚做一个修士。伊诚做修士以后，伊家己真善车，伊有一寡钱银，拢会分出去，互迄寡善车人。伊家己就四界传道，
伊上远，阁会传到中东地区，去往迄边的穆斯林传道。伊是1226年过身的。这首诗歌煞是伊伫1225年，也就是伊过身的前一年所写的。迄时阵已经着重病啊，目睭嘛蒙雾啊，啥物拢看无，基本上看无。伊煞写了这首诗歌。咱咧吟这首诗歌的时阵，就会当想象讲，即个着重病的人，伊咧学了这个天地，学了即个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迄个信仰的态度。好，咱即时过来吟伊的第3节、第4节。溪水清清直直流来，音韵响亮那个河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秋望残远已尽是水，修行最和玫瑰堆，俄勒提贝眼更兄弟。世间虽有烦恼，实在免惊有主通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爱家三听人心当真，福西上帝永远无天，呵勒提贝永更上帝。这首诗歌，咱看第3节，这边树木苍黄。咱的诗歌本是写白话音的树木，总是也有人会读册音的树木。其实在我看拢会使。咱台语毋但有白话音甲读册音的差别，阁有真侪腔口的差别。像这边咱的圣歌本是写溪水清清，啊有的人的腔口是讲溪水清清，也是讲一静青翠，有人会讲一静青翠。其实，在我看，迄腔口也是白话音声，这拢无要紧。甚至咱一时啊唱毋着迄啊无要紧。上重要的是，咱做伙开喙来学了上帝。若是咱惊吓、恐惊讲家己唱毋着，就无爱唱，那呢，这首诗歌就对咱就无意义。大家咱想象讲一个目睭蒙雾的人，伊听到溪水清清直直流来的迄个声音，伊阁学了这个声音亲像音乐，敢安尼和谐啊。像即个上善且，阁无啥物土地的人，伊煞会学了上帝创造，学了讲上帝互咱的即片土地，会当修成做，咱就会当想象讲即个信仰的眼光。其实我家己着病的时阵，我看啥物拢无依无事，总是迄个信仰坚强的人，伊看即个世间的眼光就是甲咱无共款。即位饭祭讲是咱信仰的脑前辈，咱会当甲伊学习。这首诗歌叫做《万物三甲自集欢喜》，伊逐节伊的后尾即个副歌拢是讲俄勒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咱咧吟这首诗歌的时阵，会当想象讲，这毋但是咱家己咧俄勒天父，嘛是甲天父所创造的即个天地万物，包括咱咧讲的即个天顶的日月星辰，嘛甲咱做伙俄勒天父。好，这是咱过来吟后一首诗歌，圣诗505首，我要重述。圣诗505首。这首诗歌大家可能无像头一首遐熟，总是咱会当先来，咱嘛吟过几摆啊，咱就先来吟伊的头一节。我要忠心，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可能。我
这首诗歌是一位叫做 Howard Water 的牧师所写的。这个牧师伊早前伫日本的瓦西达咧教册，瓦西达就是华语咧讲的早稻田。伊伫瓦西达教英语的时，煞写了一首诗叫做《我的信念》。伊将这首诗甲伊的批信拢寄予因的老母，伊的母亲。伊的母亲看到这首诗就真受感动，伊就甲这首诗咧发表伫杂志顶悬。后来，阁有一位传道人叫做 Joseph Peak， 这位传道人宣教师伊看到嘛真感动。这个 Joseph Peak 伊家己是袂晓音乐，伊毋但是袂晓写谱嘛，袂晓任何的乐器。总是伊看到这首诗，伊就有一个感动，心内就有一个旋律，伊就家己考诗啊来分这个旋律。考诗啊就是考鼻啊，也就是吹口哨。啊，伊家考诗啊来分这个旋律，再搁请人来记谱。啊，这个谱，这个调，就是咱今仔日咧演的这首诗歌。咱即站咧讲，我要顺真，因为有人关心。搁较孤单的人嘛有耶稣基督咧关心，所以咱咧听人的时阵，毋是讲咱有啥物才能，是因为耶稣基督大猩猩听咱啊。好，咱搁来吟伊的第2节、第3节。我要听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是写。诚心无求无受，我要强逼，在我心深处软弱，我要仰望，我主听了喜乐，我要仰望，我主听了喜乐，我要记得时刻无停来记得，我要真意，亲阮去要保证，我要专心听上主说声祝福，我要坚信用地救主脚步，我要坚信用地救主脚步。咱这首诗歌咧讲的拢是我要如何如何，像讲我要忠实，我要纯真，我要坚强，毋是咧讲你要如何如何。其实有一寡道理，咱就爱考劝家己，常常提醒家己。这咧讲的忠实、纯真、听人、坚强、谦卑，即寡话拢毋是空谈，毋是讲咱已经感觉家己得救啊，就会当放放放。是讲，咱逐摆拄着选定的时阵，拢爱去选定讲，我是毋是爱缀救主的脚步？我是毋是爱谦卑来虔诚，要听人？主的道理有时啊真简单，但是实际上咱要照呢行嘛真困难。咱的社会有时会甲一寡奸巧的人看做是聪明、有才能的人，甲忠实、纯真的人看做是迄个有望的人。但是咱若要缀救主的脚步，咱就爱甘愿做戆人。好，在我看，这2首诗歌是相对应的。头一首较宏大，后一首较个人。啊，头一首较抽象，后一首就较日常。总是头一首咱是咧讲，咱要仰望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间；后一首是讲，咱要委身伫这个世间，要安怎行。在我看，上帝也就是基督，伊对咱的教示有真侪方面，有真侪面向，咱就爱逐方面拢爱尽量去持守，去调。这2首诗歌其实大家拢足熟啊，总是像即寡足熟的诗歌，咱逐摆吟，咱可能就会有无共款的体会，无共款的感动。好，这是咱串联到这，请大家备慢心来准备礼拜。
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这是咱三角来吟新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集欢喜。万有三角自集欢喜，阿乐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物。阿乐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万有三角自集欢喜，阿乐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阿乐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日头出现大光满天，日落月出来照暗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星星拢总欢喜。也袂当算起，阿乐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溪水清清，直直流来，音韵响亮，那花可海。请坐。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这是请咱来三角来启用，伫新圣诗后面启用文第24篇，就是诗篇100篇，咱做伙来启用。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
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祈祷，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关荣耀的上帝，我荣光拢归伫你。永远的爸上帝，阮自己伫遮用敬虔诚实的心来敬拜阿罗你。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所做所想的遐个无合你旨意的事，心中迄个欲望、迄个骄傲、迄个无满足的魔鬼，常常来搅扰阮，带阮一步一步进入罪的陷阱。伫阮无感觉的时，阮已经离开你，行歪错。主啊，求你怜悯阮，用你圣神充满阮，教导阮真心来认罪，带领阮对罪恶中回头，用你疼叹甲温柔的正手来擦拭阮的污秽甲目屎，坚固阮的信心，互阮无阁受罪来引诱，用你公义甲和平的正手来引带阮向前行。阮是罪人，但是阮是蒙你恩典的罪人。伫你的恩典中，阮会得到新的生命、自由甲平安。今仔日是圣经，今仔是新德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圣经学院除了提供好的环境、场地来互教会团体举办营会活动，也有办理逐项灵修的课程甲恩赐营。这个事工造就侪信徒牧者伫灵命得到反省甲成长。圣经学院的幼稚园是用基督的疼来教导世界，互因有好的品格，伫在地有得到真好的名声。恳求上帝赐下智慧，互圣经学院的董事会院长、老师甲同工，伫因做决策、设计课程，也是教导囡仔的时，拢真清楚上帝的声音甲旨意。透过因手所做的工，将圣经的真理来放伫人的生命中。主日学同工的退休会甲春游伫昨已经开始，求主透过即届活动，互小朋友甲同工甲上主理拢有美好的结连。因下晡倒来教会的路程拢顺遂，阮要为着后礼拜全教会耶和华礼拜来祈祷，求主互阮有好的天气，出入拢得到平安。伫阮的中间，若有身体欠安、有病痛，求主来医治；心内有烦恼的，求主你亲自来安慰。阮将遮的拢摆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15节到21节。以弗所书第5章15节到21节，伫咱的新约圣经222面。咱做伙来看。所以着斟酌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着亲像有知识的，着保守机会。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所以毋通戆戆，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也莫得酒醉，会得到放肆，是伫互圣神充满，用诗、用歌、用神的父，大家相应答，用心吟诗作乐来学了主。
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以上，即时来献诗，咱请有志，伊要献的诗歌是《山顶的脚印》，山顶的脚印。
感谢祝福，咱有山顶的脚印嘛吼，也感谢有志，互阮听到遮水的歌声，感谢有志。好，即时讲道，咱要请高安利牧师来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活出圣神充满的生活，活出圣神充满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以及学校的安排，互我有机会会当代表圣经学院来到伫这所在，向大家请安报告甲分享。愿主真正帮助咱，会当对伊的话重新来得到快乐。阿免。不过兄弟姊妹，伫即个时阵，牧师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咱所领受的即个快乐，是毋是只有停伫聚会、财物，还是伫咱的喙的中间呢？还是讲每一遍当咱重新得到即个快乐的时阵，已经迄个快乐已经是进入到咱每一天的生活的中间。有的时阵，兄弟姊妹，咱听了真济的道理，也明白袂少的真理，总是伫现实的生活当中，面对着压力、情绪、人际关系，甚至是各样的挑战的时，咱有可能就会发现家己真幽怨、真容易用原来的方式来回应，也就是讲，咱有可能知影真济，但是做的无济。生命就好亲像无有太大的改变。虽然咱知影啥物是对的，应该爱做，但是咱煞做袂出来。某一个牧师，伊安尼来分享，伊讲要做对的代志，爱先做对的人；要做对的人，爱先有一个改变。迄个改变就是有一个对的心甲对的态度。透过即个话，我即个牧师提醒咱讲，咱的信仰若是停伫知影甲迄个口号的中间，煞无有行动的生命态度甲行为的时，即款的信仰，毋是上帝所欢喜，也毋是上帝所期待的。可见，其实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时常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咱也拢知影，生命要改变，其实是安怎非常困难的一件代志。甲你边仔人讲非常困难，要改变真正是太困难啦。所以使徒保罗伊就用伊信仰的经验，常常劝勉基督徒安尼讲，就讲无伫酒醉，是着互圣神来充满；无伫酒醉，是着互圣神来充满。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咱爱常常互圣神来充满。那安尼圣神充满，到底是啥物款的意思呢？是亲像图片上的遮个意思吗？还是讲有另外的意思？其实，如果你详细来读圣经，对伫圣神充满的意思，你会通来了解，真简单，就是爱圣神充满，就是爱咱来成做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即款的生命会显明伫你一切的生活、工作、家庭，甚至伫服侍的中间。所以，我要请你甲你边仔的人讲，我祝福你，成做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总是上帝毋但爱咱，互圣神来充满尔，而且上帝搁较期待讲，咱会通来活出圣神充满的迄个生活。要安怎活呢？譬如讲，即段经节，咱拢非常的熟。伫加拉太书的5章内面，伊安尼讲着，若是圣神的果子，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甲尊赞。所以，如果若是照着今仔日的经文以弗所书内面所讲的，其实咱会当学习着，互圣神充满的生活，有四个无共款的祝福。伫今日早起要做伙，甲大家来分享。第一个祝福是啥物？就是行代志有智慧。甲你边仔人讲，行代志爱有智慧，还是做代志爱有智慧？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咧做代志、行代志的时阵，你有智慧也无？圣神知影万项事，伊也知影咱人心内面一切的念头，因为圣神伊本身就是智慧的灵。毋但安尼，
伊也愿意授予互咱有属天的智慧，所以圣神充满一个生活，会互咱做代志就有智慧。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第15节安尼就讲，伊讲，所以就斟酌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就亲像有知识的。而且咱小可来注意是讲，为虾米圣经会用斟酌看恁的所行来判断，即个人到底是无知识的，还是有知识的？这是为虾米呢？原因是因为咱所踮的即个世界是充满侪的罪恶，佮逐项的欺骗甲引诱，所以咱人真简单就互环境，也是互人来影响，甚至互撒旦来欺骗，就造成侪人常常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亲像耶稣在讲的，伊讲：当我找恁亲像羊伫豺狼的中间，所以恁就栽捌亲像蛇，顺良亲像鸡仔。既然兄弟姊妹，咱是入到迄个豺狼的中间，咱当然爱有属天的智慧，才袂互魔鬼来引诱、来欺骗。也伫诗篇的14章的第1节，安尼讲，伊讲戆人心内面讲，无有上帝。圣经特别讲，即种的人是啥物款的人？是啥物拢毋知影，也毋捌的人。兄弟姊妹，咱来说哩，基督徒若是无照着圣经的真理来做代志、做人的时阵，圣经讲即款的人，犹原是一个戆人。但真趣味的是啥物？真趣味的是有太侪时阵，有可能咱就是陷落伫即种的光景内面。所以伫人生有侪的选择、侪的决定的时阵，咱常常是无将上帝放伫迄个性命的中心。所以有太侪时阵，有咱咧选择、咱咧决定的时阵，咱会安怎来判断？哦，这我有经验。哦，这某咪人伊知影，我去甲伊请教。到最后才转来讲，对，我来祈祷向上帝求伊来帮助阮。太侪时阵有可能，咱就是有即款的情形。所以你会发现讲，哇，咱常常用真侪的理由甲借口，来活出甲迄个无信主的人相款的一种的生活。我会记得我伫庄口咧牧会的时阵，有一遍，我甲会友因兜咧坐咧开讲泡茶的时阵，结果边仔有伊的厝边，嘛做伙来啉茶安尼，遐个厝边是无信主的。结果我的会友就甲伊的厝边讲，阮团导伫遮，我迄阵就是团导，伊讲，团导伫遮，来教会听伊讲道理，上帝话真好安尼。迄个厝边就讲，我才无爱咧。我讲，你甲我，你信耶稣，甲我无信耶稣，行为讲话拢差不多啊。我为虾米一定爱来去教会？这是我亲身拄着的一个情形。总是兄弟姊妹，感谢主，基督徒因为信耶稣，咱互圣经内面称作是智慧的囝，所以伫每一天的生活的中间，咱来恳求圣神来帮助咱，将伊的智慧赏赐互咱，教示咱好好来处理周围一切的代志。咱也爱恳求主，互咱的喙有智慧的言语，来帮助遐软弱的会当真做刚强，然后鼓励遐失志的、艰苦的会当定心，有信心。相信当你邀请圣神的时阵，圣神也会帮助咱来祈祷，互咱会当得到属天的智慧，来做主的圣工，来去解决人侪内在的迄个问题。所以兄弟姊妹，咱需要逐工拢互圣神来充满，咱需要透过圣神充满来成做一个有智慧性命的人。那呢，当咱来去服侍的时阵，才会带着上帝的快乐、上帝的疼，甲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我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爱好好珍惜每一天。甲你边仔讲，好好珍惜每一天。各位兄弟姊妹，你敢知？你还阁剩偌久？安尼问较歹势啦吼。少年就讲我阁足久的可能咱年岁较大的时阵，咱就逐工只要目睭拍开就感谢主，感谢主啊！
兄弟姊妹，圣经充满的生活，即款的人伊会去珍惜时间，即款的人是有智慧的。十六节安尼讲，着保守机会，因为当期的世事邪恶。请咱做伙来想看觅，伫你顶一周你的生活，你是过了啥款呢？是毋是有浪费济的时间呢？还是伫顶一周的内面，你会通讲哇，牧师，我有体会上帝济的恩典，有发生济真有意义的代志。如果咱若是认真来反省的时阵，有可能袂少人是陷倒伫魔鬼的引诱的内面。除了工作、读册，也是家庭以外，咱可能会开真侪时间咧看啥物？这啥物？手机啊，有无？即摆真侪人无代志了，安怎？手机啊，就摕起来开始安尼滑，有无？这其实是真浪费时间的。也是讲有一寡人咧看一寡败坏心灵的节目，讲一寡苦毒、批评、埋怨。也是自责的话，甚至有一寡人，伊是做一寡对灵性、对人际关系无有正面帮助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一天干那24小时，咱真侪人煞咧浪费遐个时间，活伫无有意义的无用，也是佚佗的内面，这是非常可笑的。所以愿主今仔日早起帮助咱会通做伙来反省咱家己。是毋是头拄仔牧师所讲的这个问题呢？虽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咧过，总是咱需要看见的一个物件，就是咱的信仰是毋是有愈来愈进步呢？譬如讲，兄弟姊妹，你会当来检验家己，讲现在的你，甲10年前的你，对伫上帝的认捌甲了解，敢有增加？有吗？还是你会讲啊，牧师？我甲你讲啦，圣经吼，迄个内面内容就迄几项啦，我拢知影。我较早伫少年的时阵，捌有一个长辈就安尼对我讲，伊讲安妮啊，我甲你讲吼，圣经吼内面的迄个物件，就迄几项啦。这几项你若是了解煞了后，即本圣经你就完全的理解了。迄当阵我惊着，讲哇，圣经毋是足丰富嘛？一世人拢应该读袂了啊，应该明白袂了，哪会即个长辈是安尼咧讲呢？但是毋是讲咱所有的长辈拢有即款的想法，总是迄个长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长辈。佫也是讲兄弟姊妹，咱即摆现在咧讲的见证，迄个见证是10年前还是20年前？有更新啊无？其实真侪人伊咧讲的见证就是你敢知影我30年前上帝安怎甲我帮助？但是请问最近咧？顶礼拜上帝有互你性命得到见证，伊有甲你相甲伫地，伊有帮助你突破啥物也无？还是讲兄弟姊妹，咱甲厝内面人的关系，是毋是有因为圣经的话，也变做愈来愈好呢？还是讲咱家己人生的一个方向，是毋是有继续努力，还是有发展呢？透过这个问题，其实咱就会通慢慢来清楚了解家己到底是毋是有咧浪费迄个时间。感谢主，一个互圣神充满的人，伊会珍惜，而且会好好运用这个时间。伫旧约内面有一个人，伊的祈祷非常的水，就是摩西。摩西伊安尼祈祷，伊讲：主啊，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啥物智慧的心。伫经文内面，即个算有计算、有想、有分配、有指定，也是备办的即个意思。这是一个有意识、有规划的一种的态度。这就亲像一个精打细算的头家，伊每一工真认真来管理家己的钱财一样。所以相反，咱面对着咱家己的人生时间，咱也需要有即款的态度来管理，愿咱会当来学习，会恳求圣神来帮助，有智慧来管理咱每一工的时间。所以，当你安尼做的时阵，你会发现讲，伫你每一工的生活当中，你有珍惜，你有精打细算的时，那呢，你就一定会活出上帝所赏赐互咱。即世人每一工，你拢会当活了足精彩的。
这是第二个祝福。第三个祝福，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的，就是当圣神来充满的时阵，你就会通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代志。这是真侪人一生咧憔悴的一个大功课。兄弟姊妹，如果今仔日早起牧师伫这个时阵问你，你敢有明白上帝的旨意？你有知影上帝的心意也无？你会安怎来回答呢？愿主真正帮助咱，会当互咱来渐渐踏入去到明白主的旨意到底是怎样。伫圣神充满的生活内面，圣神会帮助咱，互咱来明白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圣神知影上帝的心意，圣神也知影将来一切的事，同时伊也知影上帝对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也是带领是啥物。所以伫罗马书的第14章就安尼讲着，伊讲凡若互上帝的神所引带的，是做上帝的囝。我搁讲一遍哦，伊讲凡若互上帝的神所引带的，是做上帝的囝。换一句话来讲，兄弟姊妹，属伫上帝的囝儿，就拢爱互圣神来引带。那安尼，咱就会通。有机会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到底是怎样。搁转来到伫今日的经文内面，17节到18节安尼提醒讲，伊讲所以毋通戆戆，着明白啥物是主的旨意，也无得酒醉，会得到放肆，是着互圣神充满。可见兄弟姊妹，若是咱无要做戆人，而且爱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咱就真需要有圣神的同在甲引带，因为圣神会带领咱知影要安怎样来遵守上帝的旨意。通常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某物人的祈祷为何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我逐摆看伊祈祷了，伊分享伊的经历的时阵，我就足钦羡的讲啊，真好，我是嘛想要安尼。但是为什么我家己一直咧祈祷，煞一点仔感动拢无啊？其实迄个关键是伫倒位？迄个关键就是是毋是有互圣神来带？迄个关键就是是毋是咱的祈祷、咱的憔悴有互圣神来带？伫诗篇51篇第10节到11节安尼分享着，伊讲。这是讲着当大卫王犯罪了后，伊为何会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这是大卫王的一个祈祷。为什么大卫王安尼祈祷呢？这是因为大卫王知影经历圣神同在的一个重要性。一个人，伊若是陷落伫罪恶的中间，其实伊就会失去甲上帝迄个亲密的关系，同时也会失去圣神的同在甲带领。当一个人内面无有圣神的同在甲带领的时阵，即个人就袂会知影主的心意到底是啥物，也无法度继续来遵守主的旨意。所以对大卫王来讲，有圣神的同在甲引带，是伫伊生活中间上重要的一个代志。这是一种刻薄的态度。所以我要伫遮祝福咱大家，咱会当亲像大卫王共款，咱爱常常刻薄圣神甲咱相甲同在，而且来引带咱。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若是要突破会当遵守上帝旨意的迄个困难，通常要遵守上帝旨意，拢非常的困难。若是你要突破即个物件的时阵，咱就爱做伙来恳求上帝讲主啊，求你互我有一颗清气的心，互我定心会当来领受圣神的同在甲帮助。请咱做伙来做即个祈祷，好不好？我们一起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清洁的心，使我能重新领受圣灵的同在与帮助。兄弟姊妹，我相信当你安尼祈祷的时阵，伫你生命内面，对即时开始，咱就开始会当慢慢明白怎样遵守主的旨意。伫
伫咱的生活内面会当常常来迎神一人，这是第三个祝福。最后一个祝福，第四个祝福是啥物？就是爱时常感谢俄罗主。甲你边仔讲，时常感谢俄罗主。兄弟姊妹，咱是活伫一个有压力、无有喜乐的生活空间内面，忧闷甲痛苦时常陪伴伫咱的四周围，互人的工作无有快乐，读册真侪欠缺，服侍无有喜乐，对人无心，对代志无有兴趣，甚至对未来也无有真太多的望。总是圣神充满的生活，就是要帮助咱重新有上帝所赏赐的迄个喜乐甲望。所以伫今仔日最后的19/19/20就安尼分享讲，用诗用歌用神的父，大家三应答，用心吟诗作乐来学罗上帝，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爸上帝。透过即个经章，咱看见一个互圣神充满的人，伊会常常感恩，常常感谢，常常学罗咱的主上帝。伫遮我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一天有一个牧师，伊要卖一只马，要卖一只马匹这样子吼。啊，拄好有一个人伊就看到，所以这个牧师就对伊讲，某咪人啊，你今仔日来这个是来得到遮真好，拄好，我要卖即只马，啊，即只马非常的特别，第一，因为伊是我亲自训练的，啊，第二，即只马敢若听有三个命令，这三个命令是啥物？就是当你讲俄罗主的时阵，伊就安怎慢慢啊开始行。大家讲俄罗主，这马就开始慢慢啊行安尼当你讲感谢主，这马就开始走起来开始奔跑这样子跑起来这样子然后呢，若是你要爱伊停落来的时阵，你就爱讲啥物？主啊，大家拢足聪明的所以这人听了后呢，伊就无相信，伊平常时也无即个习惯，伊就讲牧师真诶假的，互我试看觅好无？牧师就讲好啊，所以伊迄个人就去你骑马，结果伊去你骑的时阵，通常咱会安怎？对，驾安尼，迄个马拢无咧叮当安尼所以伊就足生气的，牧师就甲讲，你要试看觅迄三句无？迄三个命令无？伊就讲好啦，我试看觅啦。伊就讲，俄罗主，哇，这个马就开始真正慢慢啊行，伊就足欢喜足兴奋的。伊就讲感谢主，试看觅安尼，这个马就突然间冲出去，走足紧的，就一直走，走到一个头前有一个山坎的所在。看了迄人看了迄个山坎，就足紧张、足惊吓，伊就惶袂记你讲爱讲啥，就讲怎么办啊？救命啊！救我！到最后迄个马伫要走到山坎的时阵，伊突然间就讲伊无法度就讲主啊救我！这个马就突然间停落来，伫差迄个山坎差不多30公分的所在安尼。所以这人安怎哇，伊就足感动的，哇，伊就捡回一条命。所以伊就吐大气，然后拍胸坎讲感谢主，俄罗主。亲爱兄弟姊妹，有的时阵咱生命的光景，是毋是有可能也亲像这个人共款？咱无有习惯常常讲感谢主，俄罗主，甚至咱也有可能无有相信。感谢主，俄罗主，毋是一种口头禅。有太侪基督徒随便拢一直讲感谢主，感谢你今日好无？食饱无？感谢主有无？感谢主毋是俄罗主，毋是一种的口头禅，也毋是要讲互别人听来表现家己好亲像足属灵的。我阁毋知大家会记得保罗无？保罗伊伫监狱内面会学罗甲赞美，为虾米伊会做即款的代志呢？是感觉无聊吗？还是伊要暗藏伊心中的迄个惊吓吗？还是讲伊认为安尼就会通互无好的代志拢无去伊就看袂到就袂发生其实拢毋是。保罗伊常常伫逐所在俄罗
会通学老，会通来感恩，是因为伊真正知影，伫伊一生的内面，拢有上帝的保守甲掌权。所以兄弟姊妹，咱透过保罗，咱会通做伙来学习事。当一个基督徒伊愿意开始逐工开启俄罗主、感谢主的时阵，圣神自然就临到伫咱的中间，而且圣神会伫咱内面来做工，互一切的忧愁、烦恼、痛苦拢来离开，咱的生活就会有平安甲喜乐啊！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咱想要有平安甲喜乐，迄个方法是啥物？就是随时会当来学老主，随时会当来向咱的主献上咱的感谢。若是你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典甲喜乐，真简单，就是 PPT 顶头即句话，喙开，心就开，心开，圣神就来，然后圣神就伫咱的生命来做工。咱做伙来读一遍，好无？喙开，心就开，心开，圣神就来。所以用即句话祝福你边仔的人，互伊生命常常会当做即个代志。喙开，心就开，心开，圣神就来。最后，亲爱的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济的分享，咱看见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互圣神充满，毋是一个抽象无法度理解的经验，也是经历，伊乃是一种。伫逐工的生活，咱拢会当活出来的生活方式。毋知影，伫今日早起，你有掠着这4个祝福无？一个问题的关键是啥物？无过是讲圣神是毋是有伫我的内面有啊无啊？毋是要讨论这啊。咱应该爱问的是讲，咱是毋是有愿意互圣神来充满咱，互圣神来带领咱，互圣神来掌管咱的生命呢？愿咱每一工拢会通伫圣神的内面活出精神、喜乐、有能力的生活。最后，伫这个所在，牧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咱大家，每一个人拢会当互圣神来充满，而且咱人人拢会当活出圣神充满的生活，做代志有智慧，珍惜运用每一工的时刻，凡事遵守主的旨意。随时拢会通有感恩、学老主的迄个喜乐，充满上帝济济的祝福。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照着你的话来提醒阮，互阮知影信仰毋若是知影尔，主阮要更加活出迄个行为来。所以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因为阮常常软弱。明白煞做袂到，恳求你来赦免阮的罪。圣神啊，也求你逐工来充满阮，甲阮三甲同在，引带阮，享受互阮智慧，互阮做代志会当来讨你欢喜，也帮助阮珍惜时间，好好过日子，互阮来明白你的旨意，也愿意顺服来行，互阮会当开喙常常感谢学老。伫逐项的光景内面，拢会当不断用敬拜、用学老的心来来学老你。愿主帮助阮，拢会当活出有圣神充满的新生活。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所落来，请容我有几分钟的时间，互我伫这个所在来分享圣灵学院目前的方向甲带动的事项。伫遮先代表董事长苏家宏长老、院长阮建明牧师以及学校所有的同工，感谢大家过去一年久的带导甲奉献，互学校会当提供搁较侪好的教育甲服务。圣灵学院，毋知大家有啥物款的印象啊无？有吗？嘿，有去训练对，感谢主嘿，先问一个问题，大家讲知影圣经学院现在有没有在收学生？
歹势，其实是无啊。圣经学院随便叫做学院，随便学校吼，迄是过去。圣经学院过去是做一个平信徒的一个升学教育，来用这来做主题安尼。现在已经转型成做一个灵性培养、甲灵性活动的一个所在。也就是变成它是一个灵修的活动的一个空间啦，一个场地这样子所以如果若是你要灵修你要去亲像退休会有无？头拄讲即个柯牧师带主流去宜兰退休会，其实嘛会当来到伫圣经学院啦。OK 这是一个选定安尼虽然学校这边无搁收学生总是阮继续努力提供互一个牧者，也是咱的会友会当有一个信仰的进修甲灵修的空间。一个人伫真侪无用的中间会当休困，得力再出发这样子。圣经学院在这边简单来分享有几个目前主要的事工。第一个就是信仰的进修甲灵性的课程就是提供互针对牧者甲信徒一个密集的课程，帮助咱的同工会当伫服侍中来充电，不断来成长。这是第一个这是最近伫4月中阮所做的一个迄个课程AI 时代全年龄关顾的新联想这个是在 AI 时代里面算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6月份有一个在艺术灵修中自觉与重新内整生命的一个课程就是一个服侍者怎么样自我照顾太侪服侍者，咱通常咧服侍的时阵就是一直付出嘛。可是有时候咱伫过程当中有受伤，有艰苦，有那个有苦没办法说，有没有？那我们要如何透过圣经、透过祈祷、透过一些諮商或什么的，重新照顾自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大家如果有兴趣，欢迎会当来圣经学院报名来参加。这是第一个主要的事工。第二个主要的事工是啥物？就是优质空间的服务，跟让空间优质化这样子整洁安静的校园咧，也是讲美好的马肉堂、教室、餐厅甲咖啡厅，拢会当互人来享受身心灵的一个安息，感受到上帝当行的一个美好所以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去过圣经学院的？在近5年有去过圣经学院的，请举手。除了柯牧师以外。OK， 安尼若是今年有机会，欢迎来啦大家小看者，这是圣经学院这个信徒大楼进去的那个什么这个柜台，已经不一样了，重新装潢圣经学院在2021年在信徒大楼1楼，以及有一个它在迄个游泳池改作是一个可以容纳600人聚会的空间，这2个地方重新翻修这样子好，那这个是那个刚刚面对柜台的左手边这个是一个阅读区会当读册的所在然后中间那一棵那个铁的那个叫生命树，启示录的生命树希望那个生命透过知识一直传承下去这样子好，然后再来一个跟大家很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咖啡JS 咖啡就是耶稣的咖啡啦这次我们在圣经学院这个是在柜台的右手边有一个咖啡的专区提供咖啡给大家来喝学校为了这个服务，特别专门聘请一个专业的咖啡师那个拉花都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欢迎来新竹圣经学院行来找我请你啉咖啡安尼好 OK 好，这个是第2个主要的事工。那第3个主要的事工是啥物？就是为了教会量身定做，打造一些课程不管是教会的团契还是小组的需要
会当帮咱来设计培灵会、中级训练、退休会等等的活动。若是有需要，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哈。特别是这个圣经学院，家己常常会带一些长职训练，会特别带一个什么静默的灵修、艺术的灵修、生态的灵修，这个都是一个新的体验，好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在脑袋中思想很多的事情，而是透过一些身体不同的感官。咱会当重新甲上帝结连，重新对伫信仰侪无共款的层次，咱有一个新的体会甲新的认知安尼。OK， 最后甲大家像这就是这个2026年这个事工研讨会的方案。这个详细的内容欢迎大家上网，网络上都有这个资讯那这个优惠非常的便宜这个是用人头下去，一个人头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包住包吃，然后包空间这样子，让大家可以使用有兴趣会当来参考看卖最后大家做伙分享目前学校的需要是啥物？在2025年度，去年度我们需要的预算经费在6700万，那2026年目前还没有写出来因为其实这个圣经学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奉献主日是伫9月份啦，咱是提早啦所以咱等的迄个影片还是2025年的影片，请大家多多包涵那2026年大概预算会比6700万更加的高，那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黄色的部分，主要就是我们在2026年今年有预计要重整。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美美的照片是信徒大楼的1楼嘛，今嘛要经历2楼，就是米利华庭会全部整个重新翻新、重新整理这样子米利华庭2楼有一个那个中型的小型的管风琴，如果有去过还有印象的我们会把那边全部重新翻新以及地下室的餐厅也会做一些美化的规划。那这个大概花上去也是几百万的一个预算啦那这个就是也请大家一同来关心、来奉献那这个计划是为了要让真侪人来到伫圣经行业的时阵，因的活动、因的灵修，也是食饭的迄个品质，会当再拉升，让大家可以更舒适，在更舒适的环境当中来体会上帝的疼甲稳定。好，那简单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好吗？请帮我放影片，谢谢。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咱学院的意向是用4个 R 做目标。第一个 R，Rest。圣经讲，拢静静，特知我是上帝。伫无用的生活中，真侪人心灵真疲劳。圣经学院毋茫提供兄姐一个所在，会当安息，佮恢复气力的所在。第2个 R，Relationship。伫梦中，雅各看见有一个腿伫地呢，腿的顶面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腿内起落落，伊亲身经验上帝甲人连结。圣经学院是一个互大家伫遮会当甲上帝三拄、甲人三拄、甲大自然三拄的所在。第3个 R，Renewal。无论啥物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咱看见真侪人伫圣经学院透过课程、聚会、服侍，生命受到更新，心灵受到翻转。有限的生命因为伫基督里转变做无限的祝福。第4个 R，Recreation， 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解，着欢喜。伫即个所在，喜乐毋是表面的，是一种深沉的生命力。阁较重要的，生命着不断更新，有新的创造。圣经学院期待做一个充满喜乐、稳定甲创意的所在，
互兄弟会当发挥温素，做伙创造新的服侍方式。亲爱的兄弟，灵性成熟的4个R， 无单单是理念，阁是真实发生伫圣经含义无数生命中的故事。今仔日，咱诚恳邀请你甲咱做伙，透过你的奉献甲支持，互即个梦想继续延伸，互搁较侪人因为上帝的疼得到更新。大家头拄有看到影片的右上角拢有活动那个团体的那个名称嘛，对不对？也欢迎大家啦吼。这个我们每一年拢会拍影片，做广告宣传来募款安尼。头拄毋知你有影到无？一个大安教会的啥物野外礼拜安尼吼。如果今年有机会，也欢迎咱文山教会会当来到伫圣经来野外礼拜，会非常。那就当加做每一年的募款奉献的影片这样子也嘛为着我们文山教会打一些知名度一起在上帝国一同来努力最后搁一遍大家感谢伫过去一年久大家时刻的关心带到甲奉献，伫新的一年也恳求大家邀请大家继续为着圣经学院继续来奉献来带到来关心以上。好，这是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新圣诗》第505首，我要忠实。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正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真济，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真侪。即是来报告。伫报告台先，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2遍，请也无得酒醉，会得到放肆，是着互圣神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也无得酒醉，会得到放肆，是着互圣神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咱即是来看后礼拜圣感分担伫咱的周报第3面。后礼拜是要的礼拜，所以咱敢若一个礼拜啦吼。好，书类是科学家执事，书琴是张信邦弟兄，献诗是献歌队，书献是曹明祥甲李尔伯执事，交代是张义如执事甲黄柔珍姐妹，音控是施浩轩甲许承恩弟兄。咱来看后礼拜的拜3的查经祈祷会，书会是张文玲长老，主理是赵明祥执事，题目是富足的人生，经文是《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咱后礼拜的礼拜主理是李和传道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安全感甲安全神，经文是诗篇125篇，请咱会当先做准备。咱来看咱的消息报告伫第6面。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圣经学院的服务中心的主任高安礼牧师，伊捌伫七七中会的5兴教会担任过牧师，来咱教会请安报告正道，请兄弟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只是来代表教会向伊说多谢。咱今日礼拜柯牧师甲李团队拢去参加主日学东港的退休会吼。第二，主日学的巡游甲东港退休会，对昨甲今仔日开始伫宜兰遐来举行，请兄弟继续来关心代祷。因今仔日下晡会倒来咱教会出入拢平安。第二，咱后礼拜要举行耶和华礼拜，集合的时间是7点半。但是咱伫7点45个伫教会头前做一个集合来做一个祈祷。上车是7点50，要伫木星路甲开元路的街口遐路口来上车。8点准时来出发啦吼。行程则咱大家会当来注意。请有参加的人会当来准备咱的身份的证件吼，因为有一寡免费的活动，咱会当来会当来使用啊吼。好，无法度参加耶和华礼拜，咱会当前往万丰教会来聚会。万丰教会的聚会是早时的9点半开始。咱迄天嘛有直播，咱嘛会当来注意。好，第4圣礼典，咱伫5月3号要举行圣礼典，迄天是为着绿山教养院来奉献，请咱来准备心。第5大节节期读经的马拉松，咱已经来伫4月5日的时阵已经完成。经过这42天的读经，总共有25位的兄弟，因有来完成全部的路程。咱要伫5月3号的礼拜中来颁发一寡纪念品，请兄弟来留步来出席，名单伫下骹吼，请咱大家来看。第6运动做伙来，咱即届要伫5月10号下晡的12点到4点，要伫文山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来举办咱的运动会。即次来邀请所有的兄弟来参加，来报名吼。咱下骹有一个 QR code， 咱会当扫进去做线上的连结来报名。咱报名时间到5月3号，报名时间到5月3号吼。这边来提醒吼，因为迄个特教学校有安全的管制，所以迄天要入去学校的吼，不管你是要来参加比赛，还是要来加油的吼，拢一定爱来报名吼。咱爱提供即个名单，互学校这边来做控制。好，咱周报第8面有咱的时间表。迄天下晡的爱宴，咱要请咱感谢少年团体马拉团体要来准备啦吼。迄天因为是要七一个联合礼拜，咱无欢喜的礼拜。好，报告到遮，咱今仔日有新来的朋友，无？好，咱即时来行平安的，咱即时互相来请安。
咱犹原徛伫内音，祝福诗歌神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诗刷请各牧师来祝祷。咱做会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礼拜即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